呢個地方而家呢個區叫做妙滿寺，Myo Mandala 應該係。咁佢哋揾翻呢個區，其實以前你查翻啲好舊嘅地圖咧，其實係叫 Daeuscho。咁其實喺京都咧有幾個 Daeuscho，係咯。咁呢度當然係主要嗰個啦。咁就以前係喺呢邊有孤兒院啊，有醫院啊，亦都係當然係教會啦，同埋教會一啲社會嘅服侍。咁啊，2年前其實我都開始咗喺日本有一個朝聖嘅事工，咁就係關於以前呢個隱藏基督徒，或者係第一次基督徒傳嚟日本嗰陣時，跟住佢哋後尾受迫害，喺京都一直行到去長崎嘅一段朝聖嘅路咯。咁呢個係我近年嚟開始嘅一個新嘅事工咯。其實呢一度以前係天主教徒聚居嘅地方。咁以前嗰啲咁嘅文物咧都係喺呢度。咁佢哋就俾人哋叫做逮捕啦，跟住就遊街。其實喺第一日喺京都遊街嘅。2018年係正式承認咗長崎係一個 UNESCO 個世界文化遺產。喺一個日本，即係我哋基督徒人口都冇乜嘅地方，佢居然因為基督教有一個世界文化遺產，就喺長崎。咁啊，跟住我更加去詳細去睇個古仔，點樣成件事係由京都開始。即係日本係好多人信主嘅嗰陣時，多到一個地方，佢要將嗰個地名叫做Daeuscho， 即係 Daeus 係其實係拉丁文嘅 Deus 啊，好似天神村咁，係即係成個地方係要，即係全部都係基督徒聚居嘅地方，因為佢哋係圍住教堂、圍住孤兒院呢啲咁嘅事業展開。即係當陣時嘅信徒係多到一個地步，羅馬教廷嗰邊即係佢哋嗰啲人翻去宣傳話，哇，簡直就係係 Los Angeles 啊，即係天使之城，即係多到咁樣嘅。只不過後尾都係因為一啲政治嘅原因啦，令到一個宗教嘅信仰係喺日本係變咗非法。咁所以嗰陣時佢哋喺俾人捉之後，俾人去處刑。行刑咁啊，切鼻又好啊，割耳仔，即係一種羞辱嘅刑罰啦。喺個即係囚犯嘅車前面要掛個罪名噶嘛，都係寫住因為佢哋信基督教，咁就押送啦。就由京都大阪向西行，當然經過岡山啊，經過廣島，出咗呢個本島就去咗九州，就去長崎。就喺長崎嗰度就掛十字架刑就死嘅，即係聖誕之前嗰1個月嘅時候就陸續捉嘅，咁就過咗聖誕，然後過埋新年，咁所以係完全係冬天嚟嘅，係足足900公里路啊，用咗34日1個月鬆啲，咁係好艱苦嘅一個旅程。咁但係佢哋當中一啲日記係去講佢哋喺當中都依然係去唱詩啊，依然係去行嗰段路啊，甚至只要有機會，佢哋喺監獄入邊就會講到啊。佢哋到最後都係喺度講緊其實我哋完全唔怪捉我哋嗰個人嘅咁樣，我哋甚至更加希望有一日佢都能夠得到呢個福音嘅話。如果你有睇過，應該係馬田史高西斯，佢曾經拍過一套戲叫做《沉默》（Silent）。咁係基於一本小説啦，係遠藤周作寫嘅小説《沉默》。嗰段時間其實已經係去到17世紀頭㗎啦，係一個好大嘅迫害，啲人要開始隱藏自己嘅身份。咁但係你逼我匿埋啫，我都係會繼續，我信仰唔可以匿埋㗎嘛。咁佢哋做嘅方法就係，譬如即係隻腳啊，你如果出去睇嗰啲燈籠啲腳咧，好少係咁嘅款嘅。所以本身呢種十字腳咧，其實都係一個 sign 嚟嘅。咁你隱藏嗰啲人就知咯，即係其實係 angel， 即係天使咁樣，而唔係地藏嚟嘅觀音啦。咁有送子觀音噶嘛？咁但係呢樣嘢又好似瑪利亞抱耶穌咁樣，所以
佢哋又會用好多呢啲其實佢哋叫瑪利亞觀音嘅，即係表面係觀音，因為佢哋唔可以表明喺人哋面前佢其實係信基督教嘅。咁但係其實佢入邊內心啊，即係佢知道佢自己拜緊係邊個啦咁樣。佢哋當時德川幕府係嘗試去係燒毀一切基督教嘅物件啊，以至於連十字架嗰啲係全部冇得留低。所以佢哋嘅時候又要表達到信仰，又要唔可以俾人發現，咁就唯有將自己隱藏喺佛教嘅背後。即係當然，我哋現今可能覺得日本啲信徒啊，或者點樣係好軟弱啊，係好弱。但係佢哋真係嗰種火熱啊，或者嗰種完全嘅委身同埋擺上，對於我哋今日嚟講，又好似又有啲比唔上。即係你諗下，其實係由好細個到練，即係一個好闊嘅，即係將教會啲人捉晒咁，係可以做到呢個咁樣嘅見證。咁俾我哋而家其實係有好多嘅反省嘅，我自己覺得。我驚我講出去俾人打，但係咧好多人成日喺度講，好中意強調話宣教，日本係宣教嘅硬土，係福音嘅硬土，或者係宣教士嘅墳墓咁樣。我成日都同佢講笑我話你就想死喺日本，你梗係想死喺日本啦！日本啲福利咁好，邊個唔想死喺日本啊？真係，即點樣講咧？所謂宣教士嘅墳墓，唔係你死咗喺度啊嘛，係可能你嗰個宣教士個生命死去，即係你嗰個傳福音嘅熱情冇咗。咁你覺得係個地土嘅問題，定係你個宣教士嘅問題？即係我自己心成日都係咁樣諗。